九龍灣企業廣場皇室1號東九龍飲茶。港鐵九龍灣站尾出口出站後轉右搭電梯入德福廣場。入商場後向前行，再搭電梯上一層。上一層後向前行，去到廣場出口，離開商場。出商場後向前行，去到樓梯口，落樓梯。經天橋行左邊樓梯去偉業街。去到街口轉右沿常悅道向前行。去到企業廣場搭電梯上一層就到酒樓啦。星期1至5早茶7點至11點29分，下午茶2點至3點半，早茶同下午茶，茶錢都係10蚊。早茶點心4個8起，孖寶32個8起。早茶榨菜腩片飯4個8，正正常常，味道 OK， 超抵中頭飯。蝦子燒賣2粒6個8，一般都係蟹子燒賣，呢個寫蝦子燒賣，唔識分，味道都唔錯。韭菜煎魚餅2件9個8，煎到金黃色，外觀幾靚，魚肉比較腍身，普通。翡翠鮮蝦腸18個8，腸粉有6件，每件都有1隻蝦，腸粉擺得幾特別，蝦肉爽口，腸粉幾滑，好食。下午茶點心10個8起，孖寶34個8，燒味粉麵23個8起，粉麵飯48蚊起。下午茶頭抽乾炒牛河48蚊，炒得幾乾身，唔太多油，味道可以。三星蝦餃王18個8，皮薄，充滿蝦肉，爽口彈牙，好食。早茶埋單66蚊，下午茶埋單96蚊。